总统赖清德今日是接见立陶宛的前外交部长兰博基斯，颁发勋章，感谢伊对咱两国关系付出。迄当阵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阵，立陶宛有关疫苗给台湾，兰博基斯就是幕后的助手之一。赖总统嘛表示，在台湾立陶宛都要更加团结，守护民主自由，对抗威权。立陶宛前外交部长兰博基斯受到邀请来台湾访问。早起带因牵手较后生，做伙甲总统赖清德见面，而且总统颁发特种大寿警察勋章予伊。外头看新冠疫情当严重的时阵，立陶宛把关疫苗予台湾，协助台湾防疫。幕后上大的功臣之一，就是兰博基斯。迄当阵伊捌讲，爱自由的人民应该互相照顾。And I have a belief that this is the connector. This is the main connector between Lithuania and Taiwan. A feeling of freedom and support to each other. 立陶宛是第一个捐赠疫苗给台湾的欧洲国家，我相信许多台湾人民对这句话都印象深刻，也非常感动。这份恩情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。这个兰博基斯摕到的警察勋章，分做第1等至第9等，会颁发予对国家贡献真大的台湾人或者是外籍人士，包括苏当时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、美国前国务卿庞佩奥、日本外务省大臣官房长水秀夫等人。拢捌摕到警察勋章。兰博基斯表示，会支持台湾捍卫自由。For your freedom and ours, that means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our freedom, and we will help you fight for yours. 赖清德表示，台湾甲立陶宛之间毋但互相设代表处，嘛正做欧洲头一个以台湾的名义设立的代表机构。双边伫半导体、镭射、金融甲医疗等等的领域，拢有真侪合作的成果。现此时威权主义扩大，为民主国家带来威胁甲挑战。台湾甲立陶宛等等的民主国家都要更加团结，共同守护民主自由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